我記得我最初入職嘅時候咧，其實都諗緊小朋友究竟明唔明白信仰界。咁咧，直到係我教書第二、第三年嘅時候咧，咁學期終結，我哋咧會有個感恩會啊。咁有一位媽媽咧，咁佢就講到咧，小朋友佢喺 K1 嘅時候咧，又喺學校咧賴過 poopoo，就導致佢咧唔敢再喺街嗰度或者喺學校嗰度咧就去洗手間。咁跟住佢喺 K2 嘅時候咧，就聽過一個故事，就係大衛與歌利亞嘅故事。呢一個故事咧，讓佢嘅小朋友咧明白到上帝咧會俾勇氣咧大衛去對抗歌利亞。咁同樣地，上帝咧都會俾勇氣咧呢位小朋友咧去街上面嘅洗手間。跟住我自己聽嘅時候咧都好感動。所以咧就俾我咧有決心希望咧去為着上帝去將呢一份嘅信仰帶到俾每一個嘅小朋友。咁教會咧就有同工啦，就分享到播神呢一個課程。咁我自己喺坊間咧都尋索下有冇基督教教育咁樣。咁但係都係好零散咁樣啊。但係咧播神呢一度就有一個好完善嘅一個整合咗嘅基督教課程俾我哋去參與啦。咁所以就報讀咗啦。咁咧，其中有一科咧就係遊戲在兒童牧養。咁講到明遊戲咧，其實小朋友就好中意玩嘅。課堂裡面咧，老師會用好多唔同嘅遊戲去同我哋玩啦，玩完之後咧會進行一啲討論同埋反思，去讓我哋咧即係將個遊戲咧去加深，又或者係咧去減淺，去適合晒咧所有年齡層嘅小朋友，甚至乎大人都可以玩到。咁面上咧不論喺學校又好啦，喺教會主日學當中都好啦，咁咧我都會喺當中創作唔同嘅遊戲去俾小朋友玩，讓佢哋咧喺遊戲當中有一啲嘅反思，亦都讓佢哋喺遊戲當中咧可以更加對聖經故事有印象深刻咯。咁咧，因為而家特殊幼兒咧個數量慢慢增加啦，不論喺幼稚園又好，喺主日學都好，都有好大呢一方面嘅需要。咁所以喺課程當中咧有一科就係關於去牧養呢一啲 special 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庭。咁鄺老師咧佢俾咗好多實用嘅例子，去讓我哋咧真係可以喺課堂上面返到去教會又好，幼稚園都好，讓我哋咧可以實踐出嚟。加上咧佢又分享返佢自己照顧自己小朋友嘅一啲嘅經驗啦，咁所以就令到我咧更加唔單止明白小朋友嘅需要，更加明白咧屋企嘅需要，讓我咧即係希望咧除咗去照顧佢哋小朋友，去提供一啲方法去幫助佢哋之外，更加希望咧同佢哋屋企人去同行，去一齊咧支持佢照顧呢個小朋友。